教师节要到咯，教育部今仔举办树德奖、教育奉献奖甲资深优良教师的表扬大会。赖清德总统、行政长邓英泰和教育部长陈英业拢到会场，感谢全国的老师为教育的付出。今年计共有72个老师得到树德奖，20个老师摕到教育奉献奖，嘛表扬523个服务满40档的资深优良教师。做老师20年，得到树德奖，桃园会稽高中老师叶东冠感动佮骄傲。伊讲，为空中小姐转型高中老师，就是介意做人甲服务，家己真爱做老师，学生就亲像家己囡仔共款。特别是现在的环境有越来越多需要特殊需求的孩子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面。那一样的，我们就用将心比心的态度来去面对他。如果这位同学他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呢，我们会希望他的学校的老师跟他的同学是怎么样面对他。家人安乐高中老师黄乃文有70年的导师经历，伊伫自然领域，互学生行出教室，担任生命线至今18年，关注学生情绪甲人际互动，得到树德奖。我们的影响是在不知不觉中，你只要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看得见，他们就会跟着一起做。所以说，把那个温暖跟陪伴，让他感觉到你的善意，然后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好。新北市三都国小老师江甘霖同款得到肯定，伊教册225年，即摆挑战确实比过去较侪，毋过鼓励囡仔自主学习是一直努力的代志。去捕捉一些小孩子，想要学习那种起心动念那一瞬间，然后把手机啦、电脑这些资讯，其实把它当作只是一个工具。72个树德奖得主，20个教育奉献奖加史上上济，523个服务满40年的优良资深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行政长邓英泰到场表达感谢甲敬意。教部长陈英业致辞时表示，今年在进前提出校事会议精进方案，佮就是行政减量，强化老师的支持系统。记者综合报道。